10大鋼琴練習準則。1. 保持背部挺直，手指自然彎曲。2. 堅持每天規律練習。3. 在開始彈奏任何不熟悉的樂曲之前，大聲掃拍子，或者用手打節奏。4. 選擇最適合你手的指法，用鉛筆寫在樂譜上，並盡量不要更改。5. 先分手練習再雙手合練。6. 先慢速練習，再逐步提升到演奏速度。7. 練習時發現錯誤要立即糾正，並且將該段落正確無誤地彈奏幾遍之後，繼續往下或返回練習。8. 演奏任何樂曲時，首先都要以穩定的節貫穿始終，之後才可加入彈性速度或節奏的自由處理。9. 遵循作曲家的所有標記，清晰區6種力度層次。最後一項尤其重要，好好聆聽你在鋼琴上發出的每一個樂音，並且努力追求最美妙的音色。希望各位同學以抱有投入音樂、享受音樂之心，好好建立正確的練琴習慣。